大家刚刚我讲的 Comment Part 3，你们看这个风景真的很美。没有这样美呀，就是有风景感觉有点美。那个如果没有这个电视那些樱花树就更美了。这就是刚刚我去的商场。我们是从它后面去了，然后这里是正面，看，哇，还有很多冷气耶，大概5、6台呀，都可以这样冷。哎，这里还有哎，哇，这个树真的很高很高。我平常都是看有一点点矮的，然后